请我们优点的师这边前到鞠躬，坤到鞠躬，经理下午好。下午好。敬爱主持人，各位敬爱的教师，各位助理、副助理、领任、所长，单主人才，各位干部，大家晚安。时间咧过足紧，拄则呢是午安，即马晚安5点过啊，会使晚安一下。来到9点是讲叫做早安呐。有人时间迄时间爱讲好势，有人时间就早安，才佫讲午安，午安讲早安，安尼就对啦。要看时间来讲啊，你学得遮久啊，所以讲今仔日个中庸班咧，将近尾声啊，将近尾声。因为中庸呢33章啦，今仔讲到32章，对3章讲到至善啦，3章是台北迄3章啦，3章是讲这礼这名考文是安怎就定这礼节，过去的礼，那皇帝的礼，咧拜拜是爱用五星，用五行五星。敢若皇帝才会使用五星，五星是啥物呢？牛、羊、猪、鸡、鱼安尼啦，无上星啦，无上星，这5项叫做五星啦。若皇帝以后呢，是用3星啦，3星，所以阮咱今人拢用3星啦，安尼啦3星是猪、鸡、鱼安尼叫做3星啦。若新明星有人时好看到台1猪话咧问候我，你收音看有卡巴无太猪太好死，就我拍安尼，太佫摕一只柑仔好咸的，是安怎？迄是啥物意义啦？我讲迄我就唔甘愿啦。我好台是安尼佫摕一只柑仔，我指引全讲这我就甘愿啦，我太甘愿啦。无你我拍一个点点发这甘愿面他这个甘仔意思就是讲，你着甘愿死安尼就对啦。迄拢咱人想，咱人想啊足周到先转伊甘愿，伊袂甘愿所以讲咱人有时小可计较嗰啲唔甘愿，为着扣人安尼讲叫伊着爱甘愿。所以阮若讲要听道理，要讲道理互咱听互我唔知要安怎讲。因为遮老菩萨，大家讲老菩萨修业几啊10年为佫比我较进前的会算几啊10年，若要甲讲起来道理听要几啊千箍啊，安尼啦哪像迄个布地咧做迄个数万斤安尼啦，伊数万斤头尾要小数万斤安尼就对啦数万斤有迄个意义的呢，迄拢着用骗的，金朴素爱个还金反朴爱归金伊若要出来安怎念，你敢知脑筋做迄个经书2万卷的，伊头壳内有几万卷的经书，伊看过几万卷的经书伊有法度掌握文武半天天的，你看安尼伊册读偌济，头壳偌好安尼就对咱若讲今仔日讲的咱嘛读足济安尼读到中庸伊佫要结束安尼甚至经典嘛读几啊部安尼，嘛听几啊部安尼，咱的脑筋嘛动几啊卷安尼呢毋过咧，要掌握啥？掌握一个道心，掌握袂牢，你看安尼，迄差太遐济所以互我有时仔伫修行到进来感觉真惨无怪这二声一直讲这个点文书点无100个，也毋对拢在困安尼啦。我听你真正点文书拢在困，你看无怪人念人伊嘛是爱咱好的，一年365日一个点文书的一个道场卖几百个，若要甲顾起8个单位一当点无平均无上200个，台湾敢若要1500个安尼啦，咱毋拢咧困的，时间拢咧困就对安尼咱有用心无啦，所以讲咱毋通做一个敢若听道，咱是讲敢若咧听道，无咧办道安尼咱无做一个听道的人，咱做一个办道的人，咱咧做有这个风险
有作用呢，啊！你只敢若听到上下阮老我拢袂晓个啦。我来看讲，我来去爱上讲道吼，拢遐老菩萨咧上班呢，太就无路用啊！拢遐老菩萨还佫有工课通做呢，毋是无工课通做呢，逐礼拜班拢遐老菩萨呢，若要检道伊拢怎样出来呢？作诚心呢，作诚心呢。所以有人啥物叫你讲道，你嘛无法度，即种少年的体下你，逐个学生拢总做好讲你，也有人时你叫你导人。拄咱的新疆五十，导就导啊，也较无方便啊，也拄仔还佫剩一项啊，剩一项啥呢？在事啊，在事。我讲老话上好，你即甲我讲食老母来，我好啉，我好啉。你若像农家一个月7200几，你较欠啊卡的，囝佫互你的，你甲讲一个月摕2000块出来就好，你还佫50万，囝佫互你的吼。小可就乐倒呢，你一个月2000的，一单2万2个，你报时2万2，开发做着。若大家安尼甲做出来吼，迄若农家济吼，下时61个，安尼就一单2万2，你看下时迄在时吼，款不转的，什物食老无路用，食老有路用，对当何时做场？也佫干那像杨在时会当做尔，无人先咧摕了面面上甲你出来，有人时啊，互我来咧扫地，人较起到地，有人时啊，调完出行扫地，一个扫洗搓几斤安尼来啦，无通过做。你若像恁老婆仔，有人时啊，住安尼就用安尼做，互人袂开来，穿了也无人做。伊安尼要做啥无法度啊？拄好干一步尔，在心尔，即嘛就影响着咱的经济。讲这老婆仔有够好用。我即摆领着老人面前，我才讲吼，虽然是无济，毋过吼真好用呢，安尼呢，毋免着相共伸长手呢，安尼就对啦。人若无法，咱来开个老教安尼呢，7200几呢，你讲你敢有遐老阿讲嘿，镜头无老母，开手手吼，你感觉会笑呢？伊若有讲起吼，若像当时吼，阮孙读大学已经4年啊吼，迄个第2个哦。咱若较早出来个生活做法，才毋难做起来。无老身体吼，安尼嘛，会使甲讲吼，真老啊啦所以讲会心咧，食老好用就是无安尼。咱毋通干那做一个干那听道，就会晓人办道。迄个心爱会晓人办道，大体宣话，体人用道，才有希望。因为今仔日咱会当坐做伙，上天降道，拄好讲这二道。咱才有法度来结合，大家才会当同处一同，伫遮听道理呢，听圣人的道理呢。因为这是金色良言，圣人到即阵2000多年，咱称呼圣人，伊所讲的话记录到即阵，伊的典故，迄就是伊所行过来的典故，效法着圣人的模样，有这个经典，把伊好法修，甲伊拢相像，把伊咱才会成就。所以讲，咱今仔日就爱感恩上天，讲即个道，咱今仔日才有法度得到即个道，才有即个道，大家才有即个道通修呢。咱若要转去西方哦，蛮多没有。你凭什么要转去西方？大家拢要想要转去西方，西方敢是较好转去的呢？安尼呢？有人时啊较早，互我伫咧带路的时阵，人讲好，有哪就叫本书来带啦，较会到西方啦，安尼啦。我讲嘿，你毋通安尼讲这本书是无法度迄是伊家己转去这本书若无参考就无带有参考的才有迄靠阮当转去你若无参考的，迄有人时啊讲不及格迄要转去有人时啊困难就这情上以上这做啥这老婆山依然讲完过我转去，这较稳定到安尼就对啦所以讲的是呢迄阵较知影讲我人生会使讲真苦短，当时常常咧修炼，看看讲，较早有人时啊咧做人才，原来咧做人才，这老菩萨哇，有人时啊一个会若无看，我感觉讲哇，人生是个关键，爱把握迄个时机，趁紧会做，赶紧做，若等下拢未做迄阵爱话无法度毋通时间到临时才吐空。过去互咱若去看着道真道真爱看着
真感恩呐，点面书来甲咱看吼，点面书自美啦，啊，佫多欢喜来看啦吼。即马上天就上天自美啦，若互我好起来吼，我绝对要做拍拼的啦，安尼啦。我好啦，等你好起再来讲。其实若好起，头3个月伊佫咧野山啦，伊佫会去啊，伊佫放袂记啊，放袂记讲吼，佛祖会保庇啊，安尼就对。哦，所以咱人毋是遮尔害怕，要修毋是遮尔简单。哦，第一点咧爱先返璞归真啊，因为气度本无，因为到无啥咧讲遮贪心虚诶，其实是无变脾气，本来迄个无诶。大家洗一个碗仔一个是啥？敢有无变脾气？拢无，敢若讲无遐好安尼。啊，我都要知影好尔，因为若袂，大家拢做囡仔啊，家疼呀，大家拢无智无欲，哎。拢无遮个歹习惯，拢无遮个歹。哦，那互你讲大声的，渐，你参啥行就无啥，参啥行就无啥。学到吼好，拢袂出去啊，拢出遮歹个安尼。啊，其实这你本来无个物件，你个佛性地个本来无遮个物件，是咱家己去念了就。遮就是真叫做修行，就是修遮个福报起来。哦。凡其本来有诶叫做返璞归真，即安尼修行唔简单无啦，安尼。喂，我讲诶足简单，要做诶吼足困难。要一个毛病脾气，我莫会犯吼，毋是遐简单诶。哪像食毒共款诶，啊，你食毒就改起来就好啊，嘿，要改毒毋是遐简单诶。你若无下定决心，改袂起来。哦，你毛病脾气若毋是真正伫当中有落实，有人时啊相在咧计较。为相加在计较，哦，国道桥你虽然是切口的呢，啊，有当时啊话吼，甲看看话相在安尼，好，经理啊，送安怎，好，我看吼，是要生活单纯，哪有遐济物件啦，安尼，敢若这个食有问题，哦，啊食太有问题，啊小饱尔，后尾食后尾大，有人安尼问我啦，安尼啦。讲经理啊，这个那兄弟啊，讲嘛毋是，啊无讲嘛毋是呢，话佫无好款呢，安尼呢。哦，我讲哦，啊有咧饼干嘛无菜呢？哦，我讲你甲讲，这经理教的两步，啊，食无了的物件，两个简人优先，孤单老人这优先啊，互伊去包啦。参加即个做老孤单老人，咱都买全部去包，尽量去包啦。哦，伊若毋包，经济较歹去包。哦，学经济较歹去包啦。我都要开着有诶，讲较歹点，我进来都要几啊开始做诶，我开100万箍啊，200万箍啊，无问题啊。哎，经济困难，我叫伊开200-300箍，哇，都咧无钱吼，艰苦啦，哦，规矩让伊去包啦，安尼。啊，伊若毋包，也较无彩，你包咱毋包咱再来包，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两件人优先，啊，你若安尼甲团就无做解决啦，安尼啦，哦。听伊讲嘿，这福利好，独居老人优先，经济无好诶优先，哎就对了。哦，啊就解决了嘛，足简单嘛。啊，大家爱有施用诶心，体用诶心嘛。哦，所以咱来是爱伊嘛。哦，爱咱这兄弟姊嘛，别个艰苦就欣赏，我诶艰苦，安尼叫做菩萨诶心。你原来心就是即种诶心啦。哦，啊，毋过咱拢念念住诶吼，嘿，干来要争啊。干那要争甲有啦，安尼啦，哦，要有时啊争到尾也袂公平，大家都袂好，他就安尼吼，讲遐是非，哦，真多种啦，听着这是非吼，我心就足艰苦安尼就对了，哦，也较无好啊，有时啊吼，若到迄个可怜的所在吼，较早较袂安尼呢，原早袂安尼呢，啊，每困一个时间来吼，哦，我可怜的所在我总唔爱去的呢，安尼，足无去袂使。迄若可怜的所在，看你遐可怜吼，咱如果可怜过啊吼，迄有当时啊辛苦来打钱吼，常到遐看着安尼，迄钱就要跳出来，你第一你当地啊上会拢会叮当安尼就对啦，你若要摕出后面啊上安尼袂使安尼就对啦。我讲吼，这我若听到笑吼，我心中足艰苦。啊，咱这安尼有通食咧，啊看着迄无人食的吼，哇，实在可怜哦，实在可怜哦。若搁电视去看着迄种的吼，哇！啊，人佫歹款，你有当时啊，人伫菲律宾哦，你看人在家己分哦，你条件甲看坏咧，无人干那迄个尔，你票会偌紧咧，
的啊，咱爱有超人的地位，爱有迄个地位啊，唔通干那戆戆讲安尼吼，你甲救者，安尼看可怜的哈，可怜你目睭嘛着爱伫遐看的呢，吼安尼呢，哦，所以讲会是呢，人袂当替人伤毒济啦，哦，咱想的就是讲吼，想讲恢复咱本来天主之心，迄个红红的心，会当返回转来咱迄个天真无邪的心，想的就是安尼。去除咱迄个部位，去除咱个部位，到一个脾气毛病，因拢嘛去学来，吼，啊，暂时较讲好，你去除怎啊去呢？你当时咱莫食到这边，毋免着解冻，吼，啊头先人互你去啊，好，你都毋知啊，啊，迄安尼有人写一个物件，啊，创造一个地理一个涂骹，安尼尔就安尼，食饱靠到饱满，安尼注意走下拢袂倒骹手，安尼好，是解决，安尼不但做，安佫埋怨佫遐济安尼嘞吼，你着讲感恩啦。好佳在伊无做，我才愿做安尼啦。哦，咱着哪做哪欢喜心，安尼才毋才有果水，安尼就对。哦，迄若无咱哪做吼，拄安那欠阮吼，哇，无使咱个了愿啦，安尼啦。哦，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修行是介在守在咱心的心。老师讲修道修心，办道真心，修咱心命。只要心做歹修，过够修，只要好来，哦，而家讲伊两句就无欢喜，脾气毛病就产生，哦，这要改做歹改，哦，毋是咧讲你呐，互我来相信，安尼，真正要讲要改做歹改，哦，所以讲互我改变下子吼，真嘿，我感觉嘿小可有满意啦，嘿，我较早遐尔歹吼，今仔日吼，改甲安尼小可，有啊，我家己感觉我有脑进步啊啦，安尼就对。好佳在吼，这40-50年来吼，有咧听道理吼，啊，渐渐啊有咧听有咧改变吼，啊，所以讲下时呢，受了足济啊啦吼，受了足济啊安尼啦，我家认同，我家己嘛有改变啦安尼，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改变，吼，毋通伫咱讲的吼爱有忍耐性，伫遐讲的吼，着毛病脾气着产生出来，咱若小可沉淀一下，小可搁烧一下，来你的火气若切落吼，啊，就无啥啊。以道理来见性咱的模样，自家语言你若沉淀一下，搁烧一下，哎呀，烧时则久啊，互伊较平静啦，啊，伊就较毋慢。哦，啊，咱搁别来搁参与，安尼煞咸淡嘛毋慢，安尼，嘿，搁常常讲哟，安尼吞吐甲忍起，安尼嘿，咱的境界就相关安尼，你着搁提升起来。哦，毋通讲下身啊为着安尼讲哦，话互我嘛听到足难好着讲好，某人做无理的啦，安尼啦。哦，啊，讲两句啊，是啥物吼？安尼吼，安尼后听啦，啊，应出应止，安尼有诶无诶啦吼。哦，啊，你着用些配者，你甲教育你些心嘛，你也要用爱的心嘛。你若好了讲，伊会接受啊。啊，你着做歹用迄些配者，咱上明明是咧，所以讲伊的心吼，袂接受，毋才会冤家啊。有够无理啦，讲啊是无理安怎啦？好，我袂通去去啊。后者安尼甲两句参与小姐，安尼无好，安尼做吧。你食配者做饭呢，啊，别家会参人烧香，啊，迄个户口要甲伊讲，啊，你那饭啊，别家尾你来参我烧香咧，安尼，安尼唔错啦，哦，因为你前配者较捌道理，你毋着会了啊，我都毋知啊，我都毋捌，我就人家早一个伫遐也袂徛，就咧烧骹，无在落去，你迄个角度吼，这叫嘭，啊，你就代志啊，哦，你修行就是要练遮呢，啊，毋是干那多听就转去，就咧听道的尔，都毋是咧办道。你若哪有付出，哪有办道，哪有咧听道理，自然你就哪相信。你看你若度一个人来，哦，你成就感足有呢，足欢喜呢，因为你若做一句实际，一项善事哦，哦，你感觉足快乐呢，安尼。你若做一件对不起你的吼，你感觉吼用心不安呢，用心不安呢，看是咱是毋是呢？哦。啊，所以咱若不是讲付出呢，哦，咱心哪欢喜呢？啊，你哪有付出，就哪名利啊！世间就大个尔，无一项难的。哦，啊，讲的是，哦，安尼讲的足简单呢。哦，啊，其实要做心，毋是较困难，毋是较简单较困难。哦，啊，做人无好做，过去咱的历史大体讲，人歹做。哦，是安怎歹做呢？过去呢，有一个一个家庭吼，啊生三个囝，带3个新妇啦，啊新妇拢有生囝，啊阿公吼要去佚佗啦，遐孙仔拢要綴啦，阿公囝孙仔啊拢要綴，啊綴吼无啊一个家一个人煞大家拢拍软落来啦，拢无法度行，阿公抱安尼啦，无阿公
吞论一下，哦，较好做人的。你若吞论一步，自言自言，当做伊无言语，啊，咱若小可较良意的海阔天空，啊，你就是一个修炼，唔才有迄个慈悲心，无你慈悲在哪里？因为咱的慈悲是咧救人无死嘛，啊，煞家己对，心就心态然好，啊，最歹老就先讲时啊，佫无慈悲。哦，有当时大家过了计较呢，安怎笑别人的嘴呢？哦，所以讲伊是修炼吼，大家若要甲讲呢，毋免就听到偌济道理啦，伊安尼就上重要。啊，这个都叫我们做伙。第二爱感恩啊，因咱有上天降世做，咱爱感恩上天，互咱有这个机会来去做。第三爱无愿意，愿意要去做，啊，你若无愿意要做，都天天在我把握袂就是安尼啦，安尼嘛是无好。哦，安尼嘛叫我嘛是咧做听从，安尼就对啦。听听就会晓做，会晓办做，会晓天公邀愿，安尼这较重要啦吼。啊，就你也免讲太济啦，时间也不足，互我讲遐济啦吼。啊，拄啊前面吼，慈悲吼，啊叫互我吼，再甲大家讲几句啊，安尼啦吼。所以讲互我吼，感谢先生，互我有即个机会吼，啊传达个见见面讲句话话啦，啊有不足之处呢，啊望前面慈悲吼，各位讲师，啊各位大众呢，会当体谅啦吼，啊互啊，今仔各位到遮呢，有不足之处小原谅，啊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做好嘅。大众举。感谢我们有礼老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大家好，谢谢我们有老师慈悲。先第班吗？姐姐啊，姐姐。注意哦，第班啦哦，看点是呗。第班心意一和，106年6月份青上经典班班严成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理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理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感谢先生。啊，等啊。等一下，等一下吃架啦。我手边一支啊。你看，做一些我人家报道一下，咱的银行单位吼，爱留个人经理会议，这是非常。上辈。